各位觀察員，大家好，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深深解碼觀察室，訂閱人數真係大突破。隨4月份嚟到，泰國最熱鬧嘅潑水節亦都即將開始。喺呢個傳統嘅泰國新年，大家除咗祈求平安，最關注嘅當然係新一年嘅運勢走向。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被稱為地府傳聲人嘅大師 Mo Play。大師喺上年年尾嘅一次重要訪問入邊，針對2026年嘅泰國大局，同大家重溫呢段訪問，係因為最近網上有太多人睇住大師嘅片段斷章取義，或者係加插太多個人解釋。我覺得與其聽人轉述，不如直接聽大師點講，所以我特別將呢段長篇訪問重新整理，並配上廣東話刪走廣告，希望用最直接、最原汁原味嘅方式，將大師對未來局勢嘅警告同埋轉運建議帶俾大家。喺泰國新年前夕，溫故知新，聽下 Play 大師點樣解讀即將到來嘅挑戰與機遇。我哋即刻開始。你好，大師。我已經好幾個月冇見過普萊大師啦，但我仍然關注大師。你好，我仲好似以前咁直接問大師問題，答得到呢，我就會答放馬過嚟。每年都訪問大師啊。係新年呢段時間，每年都要見面，都要見大師指點迷津。好嘅啊，大師，咁我想請教下2026年呢，泰國運勢會點樣啊？可以睇成係處於上升階段，睇落都幾有希望。做生意方面呢，例如農業啦、種植、果園、田地、蔬果、食物咧嘅行業都幾好，幾理想嘅。既然咁樣，經濟都應該好啦。經濟具體呢，有少少驚喎。我驚會加消費稅咯。要加稅，我哋平時已經要交7%咯。唔知會加啲乜嘢，或者我加錯都唔定咯。依家感覺好似要成10幾個%㗎。或者我未必正確，我擔心政府已經向公眾提供大量援助，再加上原有嘅債務，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受到咁多影響，生活成本將會激增，所以而家情況已經唔太平衡啦。通常情況底下咧，觀眾們會好關心黃金嘅價格嘅。大師喺過去預測黃金價格都好準啊，所以大家都想知。好啊，咁個黃金價格走勢點樣咧？我唔希望佢哋急於出售，要有耐性揸住啦。OK。之後咧，如果你一直唔放手嘅話咧，直到年底左右咧，有機會到接近8萬。哇！8萬幾升少少，唔好急。至於房地產方面咧，大師你覺得點啊？因為最近市場起咗好多新樓啦，不過咧賣得唔好啦。26年會點啊？咁呢個係我唔係好支持嘅另一項投資。咁我總係話俾好多投資者知，我希望佢哋推遲買物業啦。因為時機成熟嘅時候咧，泰國會有政策去劃分唔同嘅居住區域。我嘅意思咧就係，譬如喺我哋國家咧，曼谷被分為幾個部分嘅，其中一部分可能有好多華人去住噶，分開唔同區啦，譬如泰國人住嘅區啦、俄羅斯人啦、其他外國人啦，但係泰國人區物業承接力差。泰國呢度完全冇太大購買力，其實真係幾恐怖。跟住我想問咧，有冇大意外事件會發生？多數咧都係同火有關嘅事。火爆炸之類嘅嘢，無論係喺我哋平時生活社區入邊咧，呢類事都真係幾常發生嘅。咁大師可唔可以講下邊個月份要特別小心啲？3月、4月、5月呢3個月特別多事。即係小朋友咧，放暑假期間咧，夏天會常見啦。大部分意外咧會係村莊或者係聯排別墅、工廠之類嘅建築啦。爆炸係嘛？可能係電力負荷問題，嘭嘅一聲。如果講到天然災害咧，一定係水災，水災一定避唔到，水災100%會發生，而且發生得好快。2025年我話過水災會持續好耐，係嘅，直到11月至到12月咧，26年咧最早可能喺潑水節就開始啦。中年就已經咁樣啦，唔好似以前咁咧，等到雨季先有事咯，唔再係雨季先發生。係啊，今次係由夏天，即係會夏天起咧，係夏天就開始浸，真係咩？浸啊，好多個省都會浸，而且擋唔住風暴。哦，即係話夏天都會有風暴襲擊，主要都係風暴嘅問題。講到呢度，我諗再問深少少，會唔會有戰爭發生啊，大師？其實都有嘅，不過我哋國家應該都係應該咧發生喺比較遠嘅地方，只係受少少邊緣影響。會喺邊度發生啊？喺世界另一邊海嗰度。大師，戰爭會喺邊個半球發生啊？你可唔可以講下？
都係金頭髮嗰邊啦，即係西方國家離我哋好遠，有一段距離。係遠，但係感覺好近，因為嗰邊好多人走入咗我哋嘅國家。話啦，邊個要搬入嚟？嚟自將面臨此類事件嘅國家嘅難民，佢哋係嚟自戰亂國家嘅難民同埋移民，佢哋嚟到咗我哋國家，係嘅，佢有權咁嚟我哋家住嘅，有權，但係人太多，好多非常之多人。擋唔到㗎，點解擋唔到？因為官方可能想藉此刺激經濟，所以會放寬限制，由得呢班人走嚟，其實就會有麻煩。好有可能會出現灰產業。哦，要小心留意呢個狀況。仲有咧就係關於選舉，預測結果不似預期啦，結果唔似預期，同原本預期嘅完全唔同，簡直係另一個版本。真係得人驚嘅。我感應咧，覺得相當擔憂。預測同現實嘅走向完全相反。大師，你哋感覺係來自邊度？你點樣感應同預測？都係靠直覺咋。我都講過好多次，我冇學過占星，所以全部都係靠感覺啫。係咪嚟自大師信奉所有嘅神靈係閻王？各位觀眾啦，請大家聽嘅時候咧要自行判斷，因為咧佢全部都係普來大師個人信仰，係啱。聽完之後唔使太擔心嘅。事情未必會發生，但係亦都可能普來大師所講會成真。下一部分咧會講犯太歲嘅生肖要點樣做，去邊度化解。2026年係屬於邊個生肖？今年係馬年，馬年定義為一匹馬穿過火海。呢個係火中之馬。係嘅。哦，呢講明人要面臨住唔少障礙啦，好多要克服啊。屬馬嘅人好似戰士啊，要赴湯蹈火啊，最終會撐得過。係啊。會比較辛苦嘅。邊個生肖最好運嘅？一定要有個第一名。我唔會參考其他占卜師或者命理專家嘅講法，純粹係我嘅觀點咋。呢個梗係大師個人見解噶嘛。係啊，今年最相合係屬龍同狗。喺過去嘅2年裏面，好明顯，以前令人疲憊嘅事情已經得到改善，感覺更加順暢咗，財運好啦，健康都改善咗，好明確。屬龍同狗咧，呢2年真係好有貴人運啦。26年咧，實有一個係排 No.1 最勁嘅一個。如果講 No.1，真係要數到屬馬嘅朋友。屬馬嘅朋友係啊，財運真係好。其實整體嚟講，機會都算係幾多嘅。不過要事先講明，可能要犧牲少少身體健康去換取，咁就一定要喺其他方面盡量補救翻啦。注意健康，工作賺錢雖多，但休息卻少。緣運呢？未有對象嘅朋友，26年咧會有機會結識。哇！咁對於嗰啲已經戀愛多年嘅人嚟講咧，26年咧好有可能會結婚啦，係嘛？係啦，確實係咁啊。太正噶啦，既有工作又有愛情嘅，事業愛情兩得意，好好啊！真係好圓滿。大師，邊度生肖會犯太歲咧？需要注意咧。屬鼠嘅朋友最唔吉利嘅係屬鼠。係嘅，係屬鼠有機會遭受好重嘅打擊。26年最嚴重嘅係被背叛，有可能成日都會俾各種各樣嘅騙子詐騙啦。如果今年有新對象出現，唔好急住拍拖啦。有人揾你做生意或者投資，都暫時唔好理住，繼續做翻你平時慣做乜嘢，做好本分，唔好輕易開始新嘅。咁如果本身已經同朋友或者生意夥伴一齊做緊生意，應該點做好呢？多出去旅行。跨越海洋，喺異國他鄉過夜或生活，係嘅。然後工作要親力親為先好嘅。咁會有幫助㗎。普來大師對於屬鼠嘅朋友嚟講，係100%不吉利嘅年份，可以考慮創業或者揾新工作咩？唔應該有大轉變嘅。無聊咧，想換做嘢嘅諗法要停，留喺原地，盡力而為。哦，係嘅。敬佛誦經，耐心等1年就好喎。過完今年1年後再開始新計劃。冇錯。係嘅，觀眾們。下個馬年影響有85%係自己生肖年，影響健康。可能講說話不嬲好斯文，但係今年或者要變得硬淨少少先得啊。哦。係嘅，為咗成功咧。大師剛俾咗屬馬朋友係排第1好運，事業財富皆有，只要兼顧健康就可以解決問題啦。可以稍為關注下自己心理健康方面。跟住落嚟咧，我哋嚟聽下兔年啦。兔年出生嘅朋友有45%嘅人咧會受到健康問題嘅影響。係嘅。骨骼健康以及任何同病毒相關嘅問題咧，都會令到淋巴系統容易受到感染同埋疾病嘅侵襲。係嘅，咁嗰啲佔問題大約有35%，主要問題係事故頻繁、金融意外事故同埋旅行意外事故。有關海陸空嗰方面嘅旅行，我諗了解下。
最要注意嘅係水，呢段期間咧小心運河水，但係咧都並非大海水，請暫時唔好乘船過河。咁所以暫時仲係多用陸地交通工具。好嘅，受騙啦，即使係識嘅人咧，同樣會背叛你。 26年犯太歲咧，大概就係喺呢啲生肖啦。不過咧，仲有一種講法叫犯太歲餘波。睇緊嘅嘢，犯太歲餘波其實好少人會講，但係我有好多經驗喎。25年犯太歲嘅人有餘波未了。如果係年尾出世嘅，佢哋會話點解2026年仲要再犯多一年太歲啊？受影響嘅有屬豬、屬蛇、屬猴同埋屬虎嘅人，共4個。今年佢哋仍然需去拜太歲驅邪儀式，並照舊保持謹慎。我該點樣擺脫呢種霉運呢？其實去華人廟宇咧都會有化解沖太歲嘅儀式，不過最重要嘅係要有紅色嘅手繩啦，或者係用嚟做過儀式嘅物品。紅繩戴咗之後咧，要一直戴住，直到下一年再做儀式之後，先可以攞去燒，感謝神明。即係好似手帶要戴住個手腕，係做過儀式嘅，點樣去做儀式？另外再講啊。就要揾化解方法，可以揾我啊！我呢度好齊全，因為我已經預備好。哇！普羅博士對呢個領域咧非常之了解。艾亮啊，我都領教過犯太歲。我都係過來人。所謂化解沖煞方法係咪同平日一樣去廟宇或者法會，跟住有一沓符咒紙喺身上掃上掃落嗰種啊？係啊，不過其實最主要嘅係念經環節最緊要咧，因為犯太歲其實係同冤親債主有關嘅。係嘅，冤親債主咧湧埋身咧，咁要解決咧就要盡快分享功德啦，回向俾冤親債主啦。第一篇咧就係轉法輪經，直接仲俾債主聽啦。有部分嘅債主咧就會消失噶啦，你會覺得輕鬆啲啦。跟住就係眾勝利吉祥偈啦，係用嚟防禦保護自己啊，都要念好呢篇啊。或者佛陀八方守護咒，呢篇泰國傳統經文被視為最強嘅防護咒，令鬼神邪氣埋唔到身，可以令到冤親債主、天神同埋神靈都對你產生慈悲心，就算有事都會大事化小。而做功德方面，重點要捐長形燈管，長形燈管就係按你出世嗰日嘅力量數目去捐，可以上網查下。例如係星期一出世要幾多格燈啦，可以查翻啦。至於健康方面受影響嘅人咧，重點就係放生啊，最好係放生生魚嘅。生魚放生幾多條要配合生日日子去查，最好係朝早或者下晝5點左右放生。至於意外方面咧，可以去捐棺材做善事，或者係捐錢啦，或者係可以捐血化㗎。呢段訪問普萊大師 Pride 喺泰國已經超過20萬人觀看。其實呢段訪問係喺大半年前，即係舊年錄製嘅。當時聽可能覺得仲好遙遠，但喺到今日入邊有好多大事已經唔再係虛無嘅嘢嘅傳聞。仲記唔記得大師喺舊年講過會有地震？結果喺2025年，曼谷審計大樓真係受到地震波及而倒塌，造成12死45傷。官方早排先啱啱辦完1週年法事。至於呢座大樓嘅最新情況，片尾我會再同大家分享。講返舊年年尾，大師預言過11、12月會有大水災，結果合艾真係發生咗百年一遇嘅洪災。嚟到2026年，大師特別點名會有嚴重火車事故，而事實擺咗眼前，血淋淋嘅教訓接二連三。今年1月14號，高鐵工地起重機倒塌，奪走32條人命。緊接住1月15號，拉瑪二世路又有天橋倒塌，石屎從天而降，造成車毀人亡。呢啲慘不忍睹嘅意外，全部精準對應嘅大師喺大半年前嘅警示，甚至連泰國亦都發生咗大師所講預期之外嘅結果。最明顯係2月8號嘅大選，結果完全出乎全泰國市民預料，改革派意外落馬，反而由泰自豪黨異軍突起。種種事實證明，大師喺舊年所講嘅一切並非空穴來風。我今日舉證呢啲日子同事件，係希望大家喺4月潑水節期間加倍警覺，避免樂極生悲。既然政局同人禍都已經接連應驗，我哋真心祈求大師預言中嗰場大水災最終唔會真係殺到。我唔係大師嘅代言人，我只係以事實去分享。或者有人會質疑大師嘅能力，其實佢一早講得好清楚，佢只係將閻王帶嚟去攞到嘅事如實轉述。
如果大家對大師有興趣，想進一步了解佢嘅另一面，請大家留言1+2表示支持，推動我製作下一集。除咗講預言，大師會講下佢同鬼溝通，閻羅王到底係神定係其他生物。最後都係要聲明，本集內容純屬嘉賓意見，同本台立場無關。祝大家喺泰國玩潑水節嘅時候開開心心、平平安安。潑水節新年快樂！各位觀眾大家好，呢啲呢都係村民揮之不去噩夢，每一位呢都喺呢場災難入邊深受其害，受災人士。上面有啲水泥分開嘅，啱啱就喺我頭頂上面，喺廁所嗰度，啱啱開始嗰陣聲唔算大，係最細聲嗰種，但突然之間，砰一聲，佢哋話有啲水泥跌咗落嚟。呢個活動係要紀念大樓倒塌1週年啦。我哋而家呢正身處喺呢個 STN 大廈內部入邊，其實喺之前一段時間都係完全未開放過俾任何傳媒入到全面咁樣睇下現場環境啦。今次呢，我哋終於可以親身入到，清楚見到晒成個現場目前最新狀況啦。啱啱滿1週年日子，所以喺依家呢個時候依然都會有舉行一啲做功德紀念儀式，好多受難者家屬都特登到一齊參與，為已故親人誠心祈福。而家呢，就正式開始喺誦經做功德莊嚴儀式，全程由9位德高望重僧侶一齊主持。事件有93人喪生，有啲人對各種善後措施都仲好擔心，有啲人即使過咗1年都仲未能釋懷，依然好傷心難過。各位觀眾收睇嘅朋友，我帶大家回顧大廈倒塌事件。當時有好多內部員工同埋其他人都喺入邊，大家都好努力救人，亦都有啲人呢係試圖呢打破牆壁呢去救出被困人啦。成棟大廈呢都受到影響嘅。2025年時候，如果回帶翻去3月28號，當時喺緬甸聯邦共和國發生咗一次8.2級大地震，震央呢就喺班德利亞市附近，地下大約10公里深，距離泰國大約326公里。而呢次地震呢，正係由 Sky 斷層帶所引起。呢條斷層帶呢，總長度已經超過1200公里，係一條蘊含巨大能量活躍斷層。佢沿住南北方向縱向貫穿成個緬甸中部地區。咁最終結果導致一棟高度達到33層嘅，目前仍然喺建設當中且佔地面積超過11來宏偉建築發生整體性倒冧。呢一座令人困惑大樓自2020年開始興建，預計會喺2026年完成。今年建築費用已經超過21億3，由 ITDC CRC 聯營企業負責施工。呢個係意大利泰國公司同其他公司合資集團，而家係泰國有限公司。至於嗰次事件造成損失數字，發現有95人死亡，1人失蹤，得返9人生還。之後，審計署辦公大樓或者叫做 Swatrong， 最近喺2019年4月1號 Swatrong 總督呢就喺機構內發出通告信俾機構入邊員工，咁內容呢係邀請大家一齊合作，同心協力，一齊渡過呢個難關，仲提到關於愛心。呢次已經係第3次發出呢一類通告信啦。信件入邊特別用咗一啲帶有情感字眼，目的係想盡量避免產生正面衝突。不過好可惜啦，就因為之後受到社會各界廣泛批評同埋質疑，結果呢封通告信呢最終都被迫取消咗。喺之後呢，3月30號呢，40位成員共同努力之下呢，正式成立咗一個專門委員會嘅跟進件事啦。至於緊急救援部分呢，亦都已經喺舊年5月13號嗰陣正式宣告結束㗎。經過咗一連串行動同埋努力之後呢，講到大廈倒塌案呢，其實有一個好清晰時間線，就係喺2568年4月2號，特別案件調查局 DSI 正式接手大廈倒塌案，將呢一單案列為特別案件。有可能涉及泰國公司參與建造，亦都有可能係外國公司。DSI 已經開始調查真正涉事公司，主要分為3類。第一類呢，就係同外國人做生意或者係外資公司。第二類呢，就係 DSI 有權調查嘅唔符合工業標準產品。之後喺2568年5月13號，調查員警察總部同相關部門已經向刑事法庭申請發出拘捕令，要捉同建造審計辦公大樓有關3個集團，共17人，包括聯營公司、承包商管理團隊、
同埋簽署認可工程師團隊，當中包括承包商管理團隊、工程師團隊負責驗收，當中包括咗貪污案主角 Premchai Kanasuta。刑事法庭喺2日之後就批准咗拘捕令。當時聽汪徐先生特別強調嘅壓力測試，話混凝土質量嘅好多地方都仲未能夠達到合格標準，以致導致其他人死亡，仲包括一齊偽造同使用假文件罪名。根據1982年大廈管制法同埋2017年政府採購及服務發展法，仲有相關部門同規定，全部都要一齊執行。喺3000幾項調查入邊咧，配合證據係真係非常之多，所有科技相關內容工具包檔案全部都有跟進，有進行調查。同時，中央會計部同相關單位一直跟進監察取消建設學院項目合約。多方消息指，工作正持續進行，涉及政策考慮或者權力分配。今次集合喺社會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善款同埋多方面支援，經過統計發現，籌集到總金額已經超過咗1億2 900萬泰銖。呢啲錢會用咗初步舒緩受災者同埋家庭面對生活困難。今日啱啱係事件發生1週年日子，作為我哋身份，我自己真係好傷心，每次揸車經過呢度都會諗起呢件事。呢棟樓本來存在，但而家已經同93條人命一齊倒塌嘅，仲有3個人仲未揾到。至於調查過程呢，我哋都盡咗最大努力去做啦。依家相關部門呢已經遞交咗終止建築合約文件，亦都開始向承建商追討賠償。賠償已經跟進咗，現正解約、追討索償同埋重建。